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華招置業馮生。出面好多人賣樓只講優點，但馮生我行內做咗咁多年，份人最崇尚講真話。好多香港老友買樓只睇住宅，但其實呢度嘅公寓性價比仲高。作為過百萬方嘅地標綜合體，一手現樓帶精裝修，即買即住。最正係落樓下就有超級商場同全天候食肆，附近醫療交通配套一應俱全。出門行幾步就到輕軌站，返香港或者去灣區其他城市都極方便。呢度人氣夠強勁，無論買嚟收租投資，定係自己放假上嚟度假，門檻都非常之低，真係灣區生活嘅百搭之選。不過老實講，呢度都有2、3個致命缺點，例如某幾棟向馬路嘅單位真係幾嘈。不過放心，馮生我一早幫大家踩晒坑，同發展商爭取到幾間高層極安靜嘅內部保留單位。如果你想攞呢個不踩坑名單同最新折後價單，即刻點擊下面資訊欄揾我馮生。